主来敬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消息。拄啊，亲像大家所知，咱台湾的疫情哪来哪严重？无论是专家学者，也是政府相关的单位，拢呼吁咱爱减少群众聚集的集会。咱教会礼拜日的聚会人数虽然毋是上介济，但是考量咱聚会空间的条件。其实，咱每一遍聚会，最少拢存在着风险。做一个牧者，上该首要的工作就是保护羊群身体甲心灵的平安。万一因为伫教会内底聚会，来发生任何的状况，唔单单是个人受到伤害，真有可能被扩大来渲染，造成真侪困扰。经过评估，阮决定暂时改变礼拜方式。也就是咱伫这个非常时期，会当利用网络转播，伫厝内底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毋是停止聚会，咱只是改变礼拜方式。过去到现在，咱传播委员会的同工，拢真努力地发展影音转播的技术。一开始，咱伫教会因为空间的限制，所以咱伫灵修室甲礼拜堂外的走廊，咱拢利用同步转播的方式。甲一部分的兄弟做伙礼拜，所以已经有一部分的兄弟因已经习惯这款的方式。接续传播委员会同工借着网络直播的技术，互无方便来到教会的兄弟，也当伫厝内底甲咱做伙礼拜。所以这方面的服侍，咱已经相当成熟。如今因为现实的状况，伫疫情还未消退进前，咱暂定对3月15到5月第一礼拜。咱鼓励大家伫厝内底做伙来敬拜上帝。礼拜时间也是照常，第一堂是7点半，是台语的礼拜；第二堂是9点，华语的礼拜；第三堂10点半，台语的礼拜；第四堂11点，英文的礼拜。大家当选择适合的时间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伫这段时间，儿童主日学的部分，咱也会请同工准备教材，互家长伫网络顶面，甲咱的细囝做伙来学习。每一个牧区也会利用无同款的通讯方式，彼此关心，互相带导，互咱齐心来为着疫情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看顾。